后来最近这个负离子的产品是真实行，讲这个负离子是空气中的维他命，会当促进血气循环，增加身体健康。行政院消保处会同主管机关查核25件产品，结果只有7件合格，甚至有查出有这个亮皮甲面膜有这个辐射超标的问题。 枕头、床巾、面膜拢强调讲有负离子，业者宣称讲负离子是空气中维他命，而且促进血路循环，安令神经较好困。消保处送55件产品去检验，敢若7件合格，有3件辐射超过标准。负离子亮皮厂牌是清常好面，价值是3550块；双面零量碳牌子是 NU， 价值是7560块。 自讲all in one 热导膜，厂商是金瑞发国际有限公司，这两种是辐射超过标准。 标到7.04啊，那另外一件啊超标到4.7，那另外有一件啊超标到1.88。消保法的规定啊，来处罚，先要求那个下架回收，如果不下架回收的话就可以处罚6万元到150万元的罚款，可以连续处罚到它改善为止。有这样的状况下，已经全部立即下架，然后停售，然后 做回收的动作。原联会表示讲，负离子功效还未得到科学的实证，也毋过辐射超过标准，有可能提高致癌风险。所以，我们一个辐射防护的一个最基本观念就是说，你不需要接受辐射，尽量不要去接受。 有负离子效果的凉皮毯啊，一领拢3000、7000块等等，价小无俗。咱乡亲买进前，除了会使要求厂商提出证明文件，原住民委员会毛副会的窗口提供民众查询。